啱啱斬翻嚟嘅新鮮筍咧，就要先烚熟先嘅。烚熟之後咧，放去發酵個3-4日，咁樣咧，到時曬出嚟咧就金黃金黃噶啦。曬乾之後由內儲存，跟住攞出嚟曬咗1日之後，又撕開佢嚇，撕細件，又繼續曬。所以佢人工時間要好多嘅嚇，原生態自然晾曬嘅嚇，就係咁撕成一條一條之後，又繼續曬，曬到乾。嗱呢個咧就係曬乾咗噶啦，所以佢一泡開之後好多噶嚇，攞嚟炒五花肉啊、炒臘味啊、炆鴨啊等等，係好好食嘅嚇。想食嘅下方小黃車買啲翻去試下啦〜